兔仔幹細胞聲稱醫到腦病，衛生署叫停。幹細胞近年被吹捧到能醫百病，但係由於有道德爭議，好多國家都禁止研究，用嚟臨床治療更加少之又少。但係香港都竟然有得打。喺中環同油麻地都有診所嘅醫生陳滿章，過去3年曾經為超過10名腦病人或唐氏綜合症患者注射採集自家兔嘅幹細胞，每次收費超過2萬美金。佢承認係試驗性質，但係外國好流行，而且好安全，仲話香港其他醫生都有咁做。據了解，呢啲幹細胞嚟自家兔嘅胚胎，聲稱注入人體之後會自動去骨髓同埋腦部，刺激受損器官嘅細胞組織再生。療程一般要打6次，收費超過100萬港銀。陳滿章就話自己冇收錢，啲錢都係用嚟喺德國買幹細胞，但係學者就質疑注射動物幹細胞嘅安全性。我未聽過兔仔打落人呢，咁個兔仔一定嗰啲細胞一定會俾我哋身體嗰啲 immune system reject 咗佢嘅。有機會咧打 stem cell 落去嗰個身體裏邊咧，佢可以變癌細胞嘅。佢話做呢類實驗性治療要經過道德委員會審批，私家診所做並唔道德。香港現時並冇法例規管幹細胞療法，但係衛生署長林炳恩話私家診所唔可以做實驗性治療，呼籲病人唔好接受。醫委會就話如果收到投訴會跟進。